Hello，大家好，又係我 DPV 展師教育嘅 Belsa。今日就11月啦，又係時候大家去策劃一下升學嘅方向咯喎。咁好似香港升學咁樣，11月基本上 first round 都 deadline 噶啦。咁如果你去其他海外升學啊，咁譬如英國啊、澳洲咁，早半年開始籌劃就差唔多。咁所以咧，近排就好多朋友就問我啦。究竟我哋要計劃我哋個為啲小朋友計劃升學嘅方向嘅時候，應唔應該揾人幫手？咁應唔應該揾人幫手呢？其實係講緊應唔應該揾中介啊，或者親朋戚友去幫手咁啊。咁喺我哋做咗10幾年升學嘅經驗呢，話俾我哋聽呢，基本上揾朋友揾中介幫手咧係三大群組。第一個就係太忙，冇時間上網做 research，或者去了解唔同學科將來發展、唔同學校收生要求、唔同國家嘅文化、生活要求等等。而第二種就係語言啦，語言唔通嘅時候咧，就可能比較難去理解到尤其是學校嘅收生要求啦。因為有時候唔同學科嘅收生要求咧，就會有啲 tricky 位嘅。咁有啲細微嘅位置要真係睇得好通透，先至會明白佢其實係要求啲乜嘢咯。就好簡單，譬如話我哋讀獸醫，學校好多時候都話要有動物嘅經驗。咁好多學生就以為動物經驗，我屋企有養寵物咪有經驗咯。咁其實就唔係嘅。咁所以好唔同嘅學科有好多唔同嘅要求啦。咁如果你一旦語言唔通，了解唔到、明白唔得通徹嘅時候呢，咁就可能會失去咗被取錄嘅機會咯。咁第三種呢，就係佢又有時間嘅，而佢英文或者係其他外語係好嘅，但係佢係一個好細心嘅人，就好怕所有細節上，即係正如頭先我講嘅少少嘅細節啦，細節上會有出錯，而導致學生佢自己或者自己啲仔女失去咗取錄嘅機會。咁基本上做咗咁多年都係呢三大個群組係需要揾中介去幫手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你有好多時間同埋你係好細心，語言方面亦都冇問題的話，其實你真係唔需要揾人去幫手，自己一手一腳由頭到尾都可以搞掂。其實升學不外乎幾樣嘢，首先第一就係嗰個學生本身未來嘅理想係想做啲乜嘢啦。第二就係學科嘅分析啦，第三就係佢而家呢個學生本身係唔係真係可以做到佢想要嘅理想啦？即係有啲人係可能譬如佢冇讀過理科嘅，但係佢想向理科嘅方向major 去發展，咪唔得咯。咁另外一樣就係要選擇國家啦，跟住就係國家裏邊就係揀學校啦，揀完學校就係報名啦。報名嘅時候要了解識得睇嗰封取錄信啦，因為取錄信好多時候中間有好多有條件上嘅嘢，同埋好多細節上大家要睇，同埋好多時候取錄信咧係好多頁嘅。咁大家可能多數都會留意係即係 page one 咁樣，就以為得啦取錄咗，其他就唔睇，其實就唔得嘅，一定要睇晒佢。咁跟住取錄完之後，咁好咯，做簽證咯。做簽證嘅時候咧，亦都係噶，好多朋友以為，我真係聽過噶，以為有護照啦，有學校收咗啦，有取錄信啦，就已經係實批，其實就唔係嘅。OK，因為護照好多人都有，揾一間學校收你係好容易嘅事。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以為有呢兩樣嘢就一定批咧，咁就大錯特錯啦。OK。咁做完簽證之後，你要飛過去咁嘅住宿啦、安排等等。咁其實即係報讀書咁樣，頭先我講嗰個流程，當然就唔係講緊本地升學啦，即係香港本地啦，因為我哋基本上唔使做簽證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係 back to 翻近排好多朋友問嗰個問題，應唔應該揾中介幫手的話咧，其實真係好睇你自己有冇呢個時間。你嘅語言水平係咪真係了解得到你想去嗰個國家嗰個語言啦嘅寫嘅所有嘢？同埋有一樣嘢要留意就係，我聽到太多人就係講咧，就係話有時唔理解嗰間學校收生嘅要求，或者係點樣揀學校、點樣揀國家嘅時候咧，就上網揾資料啦。
但係佢上網揾資料咧，唔係揾官方嗰個網站喎，而係揾一啲譬如我哋香港人咁樣睇好多啲中文或者係別人分享嘅 forum 裏邊嘅一啲嘅簡介。但係你哋自己要 take 一個 risk 就係咧，有時候未必係嗰個人講錯，但係佢係因應佢自己嘅 case 而去講呢一個佢嘅分享嘅時候咧，未必係啱你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話一定要 fact check。點樣 fact check 咧？就係去佢學校嗰個官方網站去睇所有嘢，收生要求、學科讀幾耐，跟住如何完成嗰個幾多 credit 可以完成等等，全部都係必須要去官方個網站。譬如你揀 A 呢間大學，就去 A 嗰間大學去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簽證啦，好多人都係㗎，即係簽證就係因為當你做緊嘅時候，自己做嘅時候咧，遇到啲細節位唔識咧，就上網抄，上網抄咧就係別人嘅case 啦咁啊。咁結果又點樣咧？一旦拒簽就好麻煩，即係好多時候申請學校唔難，最難嗰一步就係做簽證，因為簽證就同學校唔同喎。簽證喺嗰個國家願唔願意容許你用一個學生嘅身份去佢嗰個國家度住啊嘛，即係以學生身份去讀書，即係去嗰度住啦。咁你讀書都要2-3年，甚至3-4年或者更長嘅時間。咁佢點解會容許俾一個幾年嘅居留權？即係你學生都有個居留權啦，俾你去佢個國家咧，咁輕易唔會咯。咁所以就係呢兩大範疇，好多時候大家係遇到嗰個阻滯嘅時候咧，就上網揾 forum 啦，睇下人哋點講，就跟住人哋嗰個步伐去走，就以為冇問題，其實就係大錯特錯嘅。所以如果真係大家要自己做嘅時候咧，千祈重要嘅嘢講3次，千祈唔好去一般嘅 forum 度睇，記得去官方嘅網站度睇。譬如你揾 A 大學就去 A 大學嘅官方網站，你去譬如澳洲做簽證就去澳洲嗰個領事館嗰個網站了解點樣做簽證。所以如果你係成個流程你都係冇問題嘅，你又細心啦，你又語言冇問題，又有時間做好多 research， 即係其實 research 係做咩咧？就係做了解嗰個學生同佢將來想做嗰樣嘢係唔係真係可以 match up 到咯？因為頭先我講過，有時候啲學生佢冇讀理科，佢唔係理科背景，咁但係想讀一啲理科嘅嘢，其實係好難嘅。咁所以就係如果大家係所有嘢都冇問題，其實真係唔需要揾中介去幫手嘅。咁呢一度我哋今日就比較短，就講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仍然有任何其他嘅問題，咁或者可能我下一次再開嗰個做簽證嘅 topic 俾大家聽下。